的一个角球，但是哇，往进柱给的角球啊，伊拉克这个球顶的是相当的不错，顶进来自于7号的Al Rubaiyat。我们再看一次重播画面，这个进柱的角球发生什么事情？哦，其实两个人撞在一起，而且最后好像是打到林敏栋的肩膀。哇，这球运气其实有点不太好。对。 那当然，但是呢，同样的，因为林敏栋的位置刚刚就是比较吃亏，他其实是已经在对方抢点球员的背后。对。哦，那当然在这种，尤其是这种高球的抢点呢，能够站在前方哦，是很重要的。3号宋启展身上。 左侧在吊，守门员也出击哦，但是两个人都被晃开的情况底下，伊拉克在伤定补时打进了第2个进球啊，后卫跟门将都没有办法把这个球给拦下来。来自于伊拉克的7号Al Rubaiyat，这个左脚打得非常的准哦，我们再看一次。 感觉他门将这球不应该出击，后卫正盯得蛮紧的。对，而且后卫跑出去的路线哦，虽然说好像有一点被甩开，但是因为对方还是得往中间走。其实你跟的还算 OK 啊。所以后卫其实给过去，但他要往中间走的这一步，刚阿米。但伊拉克不得不说，这一个7号的球员哦，哦，这边又有机会了，来到左侧，同样是中柱又被弹进了吗？没有错，对，其实下挡的是很漂亮啊，但是球的一个旋转哦，最后还是差链弹了进去，对，比较可惜。再看一次，这边是Al Rubaiyat让给后方的，插上11号Al Saedi啊。 刚刚等了非常久，这一次一脚的推射，哇，对，退防完全人数不够，最终这个推射呢，对他来说是近乎单刀的一个，自己跌倒，可惜。哇，这边这个带球 Karim 再往中间给伊拉克，这一波哇，中华队退防顺，右边一空了，又是一个3打2，先让他过一个越位位置以后，右侧的选手跟上来接近单刀的情况底下出击。哦，阿宝，有碰到，有碰到。哎，这个球应该是，哎有进啊，然后球网有破洞吗？对 ，OK。我们再来看一次重播的画面哦，最后的推射有碰到啊，有进，哎，伊拉克的第4颗进球产生啊，哎，这球没有留在里面，我们就应该要对上小组的第1档次乌兹别克，在10月25号礼拜5的赛程，同样是在新北市的辅仁大学足球场。 过顶的传球啊，又来考验一下中华队的防守能力啊。来到哈桑，哦，下底以后这个球，他那种抬头往中间看的一个假动作，但其实是用右脚内侧直接来做打门。没错，5比0。这个球其实是打在守门员的身上。我们再看一次，一路的下底，然后手在禁住啊，但是这个球给出来以后，守门员。 碰到了一下，球还是应声入网。那守门员也有被他的一个假动被他假动作影响，所以有往里面踩了一步。那这也许就是他整个布局最后就是。